大家好，喺睇片之前，歡迎先訂閱、讚好、留言及分享。維康32個9,100，特價3日，快快脆脆揀返個。同場仲有其他榴蓮品種，泰國乾腰、泰國青梨，仲有泰國寶石球。揀咗個圓碌碌嘅金枕頭，食嘅時候自己開，保存香氣喺最佳狀態。熟透嘅榴蓮，用生果刀喺尾部輕輕撬開，再小心打開，必須小心榴蓮刺。啖啖肉嘅金枕頭，將果肉放喺碟先。今日呢個榴蓮4磅半。唔需要太大力，唔好心急。好多果肉，歡迎訂閱、讚好、留言及分享，多謝收看。